们一起站立哦，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祷告来寻求他，经历他的同在。所以我们用这首诗歌和山呢，我们归于至高神，归于这位救我们的救主。把手借给我。和山呐，和山呐，和山呐，归于至高神。和山呐，和山呐，和山呐，归于至高神。我们齐声赞美，你是神尊名，全民尊荣归主我神。和山呐，归于至高神。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全民尊荣归主我神。愿荣耀归万王之王。和山呐，和山呐，那和山呐，和山呐，归于至高神。和山呐，和山呐，和山呐，归于至高神。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全民尊荣归主我神。和山呐，归于至高神。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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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荣耀归万王之王。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我们齐声赞美，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全民尊荣归主我神。愿荣耀归万王之王。我们齐声来赞美他，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全民尊荣归主我神。愿荣耀归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万王，愿荣耀归万王之王。白手将荣耀归我们这位至高的神，这位天上的上帝，这位守约施慈爱的。我们一起来感恩，来颂赞他。弟兄姐妹，从你的感恩颂赞，你认识到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哦。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的话语，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而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敬拜这位上帝，将一切荣耀归给他，他是配得我们尊荣，他是众光之父，他是智慧的源头。刚才你读了那段经文，你有没有看到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我们来思想，除了尼西米他所认识的，你自己所认识的，要你自己来体验，你自己来赞美。他也为了他和他父家一起来认罪祈求，因为他面对了艰困的任务环境，他如何去突破他的现况。弟兄姐妹，开你的口，我们来献上感恩，来赞美，将荣耀归给他。
开你的口来，一起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众光之主，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神，因为你是赐下全备的赏赐，因为你是赐下智慧，因为你是不责备我们的，因为你是赐福的源头。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的父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百姓都有罪了，得罪你了。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早起来，可能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得罪你，我们有负面的想法，因为我们要想你是众光之主，你是赏赐全备的各样的赏赐，你是赐福的源头。我们如果对你没有信心，我们的想法就是往负面的想。主啊，这些负面的思想限制了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来颂赞你，因为你是万有之神，因为你是使无变有的，因为你是各样美善要赐给我们这些敬畏你的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查看我们与我们的父家，我们的台湾，我们的百姓，我们得罪你，求你怜悯赦免我们。让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用祷告祈求感谢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代祷祈求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平安的度日。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恳求主来帮助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可以领得着自由。用雅比斯的祷告一起来说：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再一遍来，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神就应允，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这是雅比斯可能在艰困的过程当中，他遇到患难困苦，但是他求告神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们常说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啊？这位是可以与你同在的神。当他与你同在，代表什么？刚才我们所念的各样的美善，全备的什么样的，都是在你的当中。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哪一方面是你所需要的？这几天能接收到弟兄姐妹有在交病房中风的蔡文芳弟兄、冰秀兰姐妹装2支架，还没有醒了哦，不知道今天怎样，因为那麻药比较多。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特别为这些弟兄姐妹，陈江姐妹也在那个颈椎的骨刺，也在医院，庆忠兄在复健，崇贤兄，他们要漫长的面对这个复健之路。弟兄姐妹，你有想到吗？只有想到你自己吗？先为别人代祷，神会让你经历的。开你的口。在各方面，我们知道还有有一些确诊了，昨晚就接到谁确诊了，求主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很快的恢复健壮的身心灵哦。弟兄姐妹们，开你的口来祷告，先代求好吗？先为这些弟兄姐妹，然后再为你的需要祷告祈求神。你有需要就站立起来，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来到神的宝座面前。
主啊，我们为着冰虽然姐妹，我们为着蔡伟光弟兄，他们面临在艰困的当中，面临在病痛当中，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当他们在软弱当中，他遇到挑战、遇到拦阻的时候，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医治的大能就充满。主啊，你知道他们现在家务病亡，可能内心有一些的惶恐、不安，因为血路阻塞，所以他们没有自由，他们要在这样的医院里面要接受治疗。主啊，奉你的名来祝福，医治的大能充满与他们同在，因为你是他们的神。你是医治者，你是供应者，你是赐福。谢谢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施恩，要将各样全备的福气赏赐给我们，包括你的医治，包括你的同在，包括你的护卫，包括你所赐的平安，包括你的安慰。主，在失去亲人的哀伤当中，你要安慰扶持他们，也让他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在面对疫情严峻的世代，我们也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在确诊的当中，求你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主，他们不害怕，让他们有享受你的平安，因为你所赏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有平安的意念的，奉你的名来祝福。主啊，让这些弟兄姐妹在艰困的环境当中，就是开口来祷告，来寻求你。主啊，你医治的大能充满，释放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得着自由。谢谢耶稣，让你的圣灵就充满我们，渴慕你的真理。当我们读出神你的话，你的应许就放在我们当中，就好像亚比斯这样祷告，扩张他的境界，常与他的同在，保佑他不受困苦艰难，你就应允他。谢谢耶稣，你要应允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祈求，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最后，我们要来为主来守望来祷告，因为你的守望让神的话语能够畅行无阻，能够进入到我们灵里面滋润我们干渴的心，就好像如入切木溪水一样。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因我的心仰望你，仰望你的圣言。弟兄姐妹，我们来为我们个人，透过迦南之声，透过单独为主，让你知道神要将他的应许给你，你如何去得着。为了今天第二场有受洗的弟兄姐妹，这些年轻人有信仰告白的，有小儿媳，10年，他们经过10年，好不容易，他们要能够得着这样的恩典。求主来赐福我们所有的这一些的会议，特别是这个礼拜6、下个礼拜天的核心同工退休会，要为着明年要为着事工的计划，我们一起来奔向神给我们的意向跟使命。我们为了更生团契，我们差派陈伯雄牧师进入到监狱来做宣教的事工。求主来赐福，让这些受刑人他们悔改回转归向他。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恳求神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站立为牧师来守望祷告，让牧师所讲的上帝的话语就能够充满在神他所赐福的弟兄姐妹身上，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你的圣灵来运行，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当我们开口，我们来宣告主你的话，主你的同在，你的应许就应验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谢谢主。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同在，透过我们同工带领我们来朝见你，来敬拜你。当我们敬拜，当我们赞美，我们的心要渴慕你，好好来敬拜你，别无旁骛，让我们专心焦点就在神的身上。主啊，我们相信神你的同在，就让我们除去一切这些障碍，让我们好好的自由的来到你的面前，自由来敬拜，来赞美。圣灵，求你来大大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信仰能够建造在
这样的一个根基上面，就是在耶稣基督上面。谢谢主，我们要一起用使徒信经再次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来，我们拍掌来，为我们的信靠主的每一句应许。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是伤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训，生命充满亮光。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所以我们要来奔向爱我们的神。天上的神，大而可畏，却有丰盛的恩典。你想爱你，少年见你，你守约是慈爱，心是广大，与我同在，充满怜悯，实行拯救。一次一次垂听祷告，连
次一次，全祷告，垂听祷告，宇宙化出坚持引领，所以我来，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声赞呼，扬声赞美，颂赞奇妙的殿，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不再惧怕，不再惧怕，不再犹豫，全心来信靠，守约的神，所以我来，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向爱我的神，大声欢呼，扬声赞美，颂赞奇妙的天赋，所以我来。全心来信靠，全心来信靠，全心来信靠，守约的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诚如前的祷告，他是真实的，是实在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因为他一直都是对你的救恩。光照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你的信实，你的心事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必睁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急难之中，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其实你是主，求你穿越，不怕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举着手来呼求主，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急难之中，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真的你是主。求你转移，不怕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来医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我们呼求。神医治你，神怜悯你，仇敌就
再次来求主来医治来怜悯我，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对去，再次来呼求了，求阿爸天父。我们呼求你，阿爸父，我们呼求你，你怜悯你的儿女们，赐下你的圣灵督责我们，让我们回转归向你。我们承认我们的父家有罪了，得罪你。我们在亲人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为他们来恳求你，你的怜悯也临到他们。临到我们的骨肉至亲，主，你知道他们正在绝望当中，他们没有找到你的恩典之路，我们自己找到了，我们可以自己独享这样的一个道路，这样的福分吗？求神来施恩赐福我们，让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困境，你知道我们这世代的困境，你知道我们台湾的困境，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困境。我们呼求你，呼求阿爸天父，因为你是全备的，你是怜悯的，你是施恩的，你是言出必行的上帝，你的应许必定成就。当人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主，你赐下圣灵，就是要督责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让我们想起真理。当真理的信息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心中，这个真理就必叫我们得着自由，回转归向你。真理必让我们查验什么是上帝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谢谢耶稣，今天早晨透过这3首歌的敬拜，让我们知道，我们呼求你、寻求你的时候，你的怜悯就赐下，让我们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相信你的应许必定成就。谢谢耶稣，因为你的话语建造我们的生命，你的话语就激励我们。当我们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你所赐的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谢谢耶稣，你如此爱我们，把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来悦纳。今天早晨透过敬拜，将你施恩座所要赏赐给我们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的信心，赏赐给我们的应许，就降下来吧。当我们悔改归向你的时候，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借着敬拜团带领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敬拜的诗歌已经将我们所要看的经文都把它带出来，等一下你们就知道。感谢主，我们有一位姐妹，郑梦辰姐妹在后面哦，我们请你站起来，我们欢迎你哦。我们热烈来欢迎我们的这位姐妹在我们当中。愿上帝来祝福你哦，请坐。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代表教会来欢迎她。还有没有弟兄姐妹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哦？每一次我们敬拜，多么珍惜这样的时光哦！我们3个礼拜，我们有600多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新堂
这边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敬拜，领受神的同在。因为有你，因为有我，所以这个家才显得怎样？有盼望，有温暖。但是最重要的是有神在我们当中，阿们吗？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今天是总会所设立的性别公益纪念主日哦。那我们中会的性别公益部长是谁？你们知道吗？是我们的刘英业牧师了哈。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性别公益上面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出来哦。我们今天有2位成人洗礼，一位信仰告白，一位小儿洗。有感动自己走进教会的，也突然发现，这位长老是不是我幼稚园的老师哦？感谢主啊，因为这样的一个带领哦，让他感动。在面谈，他说了一句话：神感动我，要信就信真的，要信就好好的信，不要怎样，不冷不热，好像哪一间教会？老底家教会，无冷无秋。我们感谢主哦，那个昌庭从嘉义把他的孩子这个光武长老的孩子带着光武长老的孙子要来受洗愿主来赐福他们。这个礼拜6、礼拜天，请核心同工务必参加神给你的美好的职分，你有没有看重那这个是为了我们明年的事工方向，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最近开始在读尼希米，从今天开始，我们来读尼希米。我们来看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建造什么，透过你参与在教会要建造什么。圣诞节快到了，百货公司都在邀请我们，远百、星光3月，甚至过去青埔的都邀我们，但是我们就近选择。所以圣诞节期快到了，如果你有预定圣诞糕的，设定对象，然后透过圣诞糕跟他们分享福音的好消息如果你这定了在到11月20截止预计12月18号领取圣诞糕。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快过年了1月22明年1月22就过年，明年会比较早。我们成人牧区有邀请各小组可以揪团来包桌。如果你觉得你过年好像自己2个、3个、4个这样围炉，好像不是很热闹，那我们小年夜小年夜，大年夜你就可以自己家庭那小年夜我们会在只有20桌了那我们先试办看看你可以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围炉所以你可以透过小组，我们以小组为单位来包桌那把握这样机会，今年有这样，明年的过年有这样的试办那每人费用575元早鸟价是300元那我们跟小组长登记你家庭有几位那个额满为止我们因为那个桌数很难再增加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试试看看你如果自己围炉觉得很稀安呢，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然后成人牧区很用心的，就是安排有很多的福音信的如果你把你的卫信亲友带来我们一起来这欢庆然后一起来享受，一起来经历神的同在跟救恩我们在11月13号有邀请我们的刘斐如老师长老他要用奥福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亲子那未来我们那边就是会
透过这些活动，然后建立我们的亲子礼拜。所以，我们家中有这些幼儿的有福了哦，我们会透过比较活泼的方式来建立他们的信仰，来帮助他们。所以，期待我们明年在预备的过程当中，真的需要很多的人力参与。如果你对幼儿有这样的负担的哦，神透过这样的一个负担，燃起你心中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求神来感动你哦，一起来参与先来参加哦。那3岁以上到学龄前的这个儿童还有家长哈，还有家长我们这个礼拜3祷告会在33号2楼哦，我们也期待已久，新加坡的翁瑞牧师会来当中与我们分享哈。那他很关心台湾哈，过去在台湾他们的教会服侍台湾众教会有小组的这样的一个服侍哦。那星期3特别我邀请他百忙之中哦，那过去跟他配合大概10几年哦，那求上帝来帮助他，来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经历圣灵的恩膏。所以在这个礼拜3会有特别，如果你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服侍你哦，让你经历到圣灵的同在哦。那我们特别在那边为了新堂未来的宣教，未来那场所，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守望，来经历。其他请我们就这里来看11月的寿星哦，请我们可以站立起来好吗？11月有没有？哇，11月哦，11月哦，牧师已经站起来了。好，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拍手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一起说更丰盛。谢谢耶稣，将你丰富的生命赏赐在我们当中。我们领受丰富了，我们岂能自己独享吗？主，谢谢你，学习尼西米如何将他的生命活出更有盼望，更有意义。谢耶稣，让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恩赐、才能，让神来使用，祝福这个世代，祝福我们的亲友，祝福我们的家庭。当我们越分享，就越丰富；当我们越给，我们就领受的更多。这是神你的话语所带来给我们的盼望跟应许。谢谢主，将这些11月的生日的弟兄姐妹，愿你赐福，就好像雅比斯的祷告，开阔他们境界，常与他们同在，保佑他们不受患难，不受艰苦。你如何应许雅比斯，你也应许成就应验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金句在尼希米记的第1章第5节，一起来读2遍。来，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大而可畏的上帝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尼希米记1章5节再次，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大而可畏的上帝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尼希米记1章5节，刚才有没有唱到？第几首？第2首。弟兄姐妹，把这个话存记在心里，因为这个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大而可畏，是天上的上帝。
我们来预备新奉献。如果你觉得他是大而可畏、当受敬畏的，我们就来回应他的呼召，包括你的恩赐、才能，包括你的金钱，都是神给的。我们好好来回应，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不明白奉献意，你不用勉强，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撑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再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撑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福分来到这里，来到圣殿享用主你的恩典，你的福分。主啊，我们也愿意将这个福分、这个恩典广传在我们的社区每一个角落，都能荣耀神的名。主耶稣，谢谢你，主啊。那我们现在献上我们的金钱、财力，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能，还有我们的时间，为主你所用。主耶稣，我们这样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神给你的应许必定成就。神给你的应许，请坐。神给你的应许必定成就吗？在你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吗？还是可能？还是我想想？还是你要像尼希米，你必定会应许？你要认识这位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每一次读上帝的话，好好的读进你的心版里面哦，心坎里面。我们要读尼希米记第1章1到11节，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开口来读。来，以下的记载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事迹。亚达薛西做波斯皇帝的第20年基斯流月，我尼希米住在波斯京城苏珊。我的兄弟哈拿尼跟一群人从犹大来到苏珊城，我向他们打听从流亡巴比伦归回的犹太同胞和耶路撒冷的情形。他们告诉我，那些从流亡归回的难民正遭遇大困难，受到凌辱。他们又告诉我，耶路撒冷的城墙破损，城门被烧毁。我听见这些事，就坐下，难过的流下泪来。
我悲伤了好几天，没有吃东西。我向上帝祷告说：上主，天上的上帝啊，你是至大可畏的，你向爱你并且遵守你诫命的人信守你的约。上主啊，我日夜为你的仆人以色列人民呼求，请眷顾我，听我的祷告。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犯了罪，我的祖先和我都犯了罪，我们恶意反抗你，没有遵行你的诫命，没有守住你借你的仆人摩西颁布给我们的法律诫命。求你记得你曾经告诉过摩西，你们以色列人若对我不忠，我要把你们分散到别的国家，但你们若回转到我这里来，遵行我的命令，我会带你回来。即使你们被流放到天涯海角，我也会带你们回到这块我选择作为敬拜我的地方。主啊，这些都是你的仆人，你自己的子民，是你曾用你的大能大力拯救过的人。求你垂听我的祷告，也垂听所有敬畏你的仆人的祷告。求你帮助我今天顺利成功，使皇上向我开恩。那段时期，我是皇上的施酒长。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位神，从尼希米的口中，从他的祷告，面对他的困境，然后带出一个心里面的负担。这个负担是超过他的能力所及。一个人怎么有可能回去重建？所以我们有时候想到这边就不敢想了，对不对？想到这边啊，算了啦，我一个人算什么？我能够做什么？但是圣灵的感动，让他从里面透过祷告、呼求、认罪、悔改。我们等一下来看他是如何面对他的困境，来认识这位言出必行的上帝。10月29号，南韩的首尔梨泰院，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吧？我看昨天晚上的新闻，我在预备好，然后开小会开完，我就看个新闻，就刚好在播一面。有人推着车，救护车，然后有的在旁边一整排，然后有的就是边推车，然后他还边压。虽然不是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些的事情发生在邻近的国家，因为一个庆祝这个所谓的万圣节，到底这个节庆是怎样来？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梨泰院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国际观光著名的商圈，有多元异国文化著称。我们看新闻也报道出来，那边有好多酒家酒吧，或者一些可能吸引这些朝圣的人但是我们看到8间酒吧有1间合法，其他都不合法。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吸引，大概超过10万人挤在那个狭窄的巷弄，其中有一些巷弄死伤惨重我听黄牧师说，那个光那个巷子多少人没有10万的，他有好几条巷子那可能几百人就可以挤成这样，然后死了156人。使许许多多的这些的家庭破碎有美国议员的孩子或者是亲戚或是怎样
从俄罗斯来的，或是哪里来的，我们看到就是充满了国际的特色。但是没想到，因为这样的一个节庆，因为这样的一个庆祝欢乐，因为一个失序，所以造成了惨绝人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哦，这样的一个惨剧。从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当人失去了这一些的次序的时候，乱了，我们就看到有人被踩踏，那种吞大，你知道吗？然后甚至在那个狭小的空间挤压到没有空气，有很多人是怎样死的？是窒息而死的。很多年轻的生命就在那边。我昨天看新闻，那个跑马说11月6号就是今天嘛，在桃园要举行万圣节的活动。如果我们再不警醒，可能这个悲剧也会发生在我们桃园，不是吗？尼西米听到故乡这样的一个灾难悲剧，他听到了，他怎么样做？弟兄姐妹，我们听到了这些悲剧，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做？那是韩国的事吗？还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可能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去韩国的时候，下飞机的时候很兴奋，你知道吗？因为你一下飞机，还没有下飞机的时候，看到整片都是什么？你们知道吗？都是十字架，表示很多的教会被建立，曾经很复兴，但是如今呢，我们不晓得。今天神透过这样的一个失序，可能原本是从天主教在庆祝一个这样的一个诸圣徒，那因为他们所封立，可能圣徒觉得太多，所以这一些诸圣节也好，就是无一能够一一纪念，所以就立下一个日子，在11月1号定为天下圣徒之日，然后来庆祝这个诸圣节。传说在公元前的500年，居住在苏格兰、爱尔兰的地区的凯尔特人，他们把这个节庆移了前一天，就10月几号？是什么日子？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是迦南教会社教的日子。你们都忘记了，我们是在10月30号庆祝啊，但是10月31号是我们的社教57周年。弟兄姐妹，他们相信故人会在那一天他们的亡魂会回来回到这个居住地，然后找这些活人，然后来祭牲然后来怎样戒牲这样好像是吹高铁那样所以那时候是使人唯一可以复活的盼望。那活着人当然是害怕，对不对？所以害怕的话，就装神弄鬼，然后假扮这些然后熄灯然后让死的阴魂找不到活人，然后装扮这些鬼怪来吓走这些亡灵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就商业化，把它包装，就装神弄鬼，不给糖就怎样，就捣蛋。虽然把它包装成为一个比较欢乐欢庆的，但是在背后属灵意义我们要很小心，对不对？可能是有一些在讲说跟灵界的会有这一些的连结所以我们常常就提醒弟兄姐妹，有一些稀奇古怪啦、古灵精怪，我们就尽量不去接触、不去碰触，不要让它有机会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搅扰你骚扰你，或者是捆锁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因为这样的悲剧产生，让许许多多的生命被践踏甚至是死亡。感谢主，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600多人在新堂那边聚集敬拜
因为有同工的提醒、好的安排、引导、发便当，然后从后面次序的这样离开，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整个这样的次序是有神的同在，然后被祝福哈。我们看到两教相比来，当我们失去次序、脱序的时候，所面临的这一些的悲剧，尼希米也见证到，当他们的子民失去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脱序了，失去那个次序的时候，就面临了悲惨的命运。刚才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从经文上面好好来想，尼希米的祷告当中带出他们为什么会面临这样一个悲剧，而且他所面临的艰巨的这个任务是什么？谁下的命令？当时候允许河西省长吏这个还有他的官员用强势的方法来阻挡圣殿或者是这个城墙的建造，是谁啊？等一下我们好好来看，所以你就知道他所面临的困境有多大，这个任务有多艰难。但是祷告可以翻转他所面对的困境，超越他的能力。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很多时候你面对这一些的困境是没有办法因着你的能力胜过的？有没有？好多啊！所以我常常在这样的一个面谈，或者是个人布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会问了一个问题：说，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胜过你的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办？弟兄姐妹，你怎么办？你怎么办？顺祷告很多都是祷告。所以我就问他向谁祷告？祷告向谁？对象很重要嘛。这个对象你认识吗？还是我阿公的上帝，我妈妈的耶稣？你呢？如果你自己没有好好的认识，你对这位对象，你的祷告有信心吗？有也好，无也好，或者你祷告祈祷还祈祷，过来我过得随烦恼，对不对？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所以好好来从尼希米的口中认识，从刚才我们第二首的诗歌里面认识到他是什么？天上的上帝，大而可畏。过来，那边有写守约施慈爱的。哇，这是尼希米他认识的。所以他说，这位上帝表示说他是言出必行的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他的话语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我好好的来信靠他，我好好来寻求他，有什么拦阻，我赶快把它清除掉。所以最近牧师所预备的这一些的迦南之声，每一天呢，哇，很辛苦，你知道吗？1节2节，然后牧师就要想说如何跟大家分享。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就看到从1节的当中，就会看到你对这位神的认识，神有没有透过你被呼召，然后来带出从祷告开始吗？所以我们要学习从祷告来经历上帝在你的亲人的身上，在我们这个区域性的里面，有没有透过祷告让他们来经历神的恩典？昨天就接收到关怀系统谁冰秀兰姐妹现在正在教病完，因为她装了2只支架。那个上个礼拜蔡伟芳弟兄突然就是脑有中风有出血现在稳定了，但是在教病房里面，有谁在开刀？有谁？我们接收的就是当弟兄姐妹面临这些的困境的时候，面临这一些的就是灾难的时候，我们听的是怎样？是祷告，为他祷告，或是迫切祷告，或是我们怎样的方式来祷告？尼希米听到哈拿尼，还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的亲人弟兄姐妹，当他们提起了耶路撒冷的状况，告诉他那些归回的百姓，他们回去，他们现在的境况遭受到大的困难，他们受到凌辱，就好像这一些人他们倒了，然后受到践踏一样。
因其安怎受吞大、受羞辱。河西省长还有这些的同党的，他们用很激烈的手法来破坏，好不容易建造又被破坏，城门被烧毁，表示他们失去了什么保护，失去了安全感，没有这样的一个屏障。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失去了保护，失去了安全感，你的心里面会充满了恐惧。这是一件超越尼希米个人的能力。就好像你听到，哎呀，双支架，我也不是医生，哇，脑中风，虽然我爸爸中风过，我知道那情况，所以我会体会到这些家属的心情。所以牧师就透过讯息，透过祷告，我会告诉家人说，上个礼拜的3祷告会，牧师会特别为他的家人来提名，哇，他很感动。当我们参与，甚至有参与在这样失丧亲人的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打电话给我，牧师，这些事情处理好了，我们全家会回来，今天回来敬拜，以后我们就是专心的来敬拜上帝，感谢主。弟兄姐妹，因为有你的参与，因为有你的祷告，让这些归回的人能够好好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所面对的就是城墙、城门被焚，这些的亲人、这些的同胞，可能是他认识的，听见了他们正在被羞辱、被践踏。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引到以斯拉记的第4章，我们最近在看都是串联的。回到可能是描述这情形，在以斯拉第4章7到24节里面所说的，这些省长控告力宏或是这些人去控告说，王啊，这些人会叛变哦，所以你小心哦，应该要下令停工。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上书给亚达薛西王，所以你知道亚达薛西王是谁的老板吗？弟兄姐妹，亚达薛西王是谁的老板？谁？尼希米。他做王的什么？管酒的，听酒的，你知道吗？所以王很信任他啦。但是是他下令去阻止的哦。所以是老板下令的，那对他来处境来讲是什么？那时候是很强势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那时候用强悍的暴力来摧毁他们所原本建造的，放火焚烧，然后施加压力，迫使这一些归回的这些的百姓被羞辱。所以我们上次看到以斯拉的时候，有一度是停工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样串联起来了，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他听见了同胞在受辱，然后呢，人民是因为什么受辱？可能过去他们我们到的以斯拉第10章、第9章、第10章，我们就知道他们所做的又违背了神的心意了。所以在整个列王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他们一直在循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不好的就不好，所以我们看到听见这个消息，弟兄姐妹受辱，人民偷袭，悲惨的危机，甚至被摧毁，就好像我们听见首尔梨泰院这个意思一样。今天我们听到说11月6号，今天在桃园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欢庆。我们恳求神来帮助你的祷告，可以祷告，让这一些的事件不会重演在我们的桃园地区。这是我们的守望祷告。弟兄姐妹，你有责任吗？或者是那不是我的事，离我家很远。尼希米他感同身受，所以他说：“我和我的父家是罪有应得的。”我们一起来念来。上主啊，我日夜为你的仆人以色列人民呼求，请眷顾我，听我的祷告。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犯了罪，我的祖先和我都犯了罪。尼希米没有说都是你们，都是他们那些百姓，
他没有自命清高，他可以不用回去，你知道吗？他位居高位，他得到王的信任，他可以高枕无忧啊。为什么我要淌这浑水，对不对？我不是这样挑卡练翠秋，然后我就享受我的日子，好好的在宫中服侍就好了吗？但是没有，他听见了，然后他心里面有这样的负担，他没有自命清高，但他很清楚知道这是他把自己带进来。常常我们都是认别人的罪，不是认我们自己罪。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这样把他自己看为跟这些犯罪的同胞一样，他置身在其中，然后他祷告，虽然他没有离弃上帝的律例典章，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依然为着同胞，为了父家，为了他的民族，他来认罪悔改，祈求祷告。他知道这些百姓离开了上帝借着摩西所说的这些的规章律例律法，所以呢，他为了这个来恳切祷告，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困境，要脱离困境，能够被应许、被重建，这个障碍一定要除去。第三个，刚才已经提到了，他的老板是亚达薛西王，对不对？那我如何在他的面前能够得恩宠、得蒙恩？这是他的祷告，你知道吗？一起来念来。所以我们应该大胆的来到上帝恩典的宝座前，好领受慈爱和恩典，作为我们及时的帮助。新约的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经历。第11节，1章11节哦。尼希米第1章第11节，他祷告什么？他祷告说：“上帝啊，让我在亚达薛西王我的老板面前可以做什么？可以蒙恩。”表示他要去见王了，他要坦白了，他要说出他心里面的负担，准不准嫁？皇后后面如果你去看皇后还开口无你是要等于几天？请长假吗？或是几天？你知道到后面你越看，你就看到说神奇妙的手在这边掌权。过去亚达薛西王下令停建，但是现在如何让王的心回心转意？所以他认定了这位神是可以调动万有，王的心好像垄沟的水，让这位上帝可以随意怎样转动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从塞鲁士王，还有大流士，还有我们看到这些王。从古列王，所谓的古列王，我们看到他们的心都被上帝激动了，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开始为什么看以斯拉记这样的一个建造过程当中，刚好这个是相关的，所以我们看到可以让王回心转意的是谁？所以他就向这位对象来祈求。如果你知道这位调动万有的上帝可以改变你所面对的困境，那你该向谁来祷告？从祷告当中来经历这位神，你所认定的神，不是你父亲的神，不是你妈妈的神，不是你周公的神而已，而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在经历。透过禁食祷告，我觉得禁食很棒，对不对？有没有谁禁食过的？有没有？好，请问一下，很棒的哦。第一个至少能够减肥嘛，对不对？促进身体的代谢健康哦。第一个我们看到可以让我们身体有健康起来哦。第二个我们可以让自己明白上帝的心意，在但以理书的第9章22节到23节哦。但以理在透过禁食祷告当中，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就向他启示他未来的事情哦。所以神透过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让他思想神的心意还有意向的事情。第三个，我们看到禁食祷告祈求可以扭转什么样的局势？就是可以面对撒旦魔鬼的诱惑，可以抵挡他。你知道？耶稣他禁食40天的时候，魔鬼来，你如果下拜，我这些都给你，对不对？最后耶稣说什么？撒旦退去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能够抵挡魔鬼的力量。
第四个，它可以带来保护。所以我们看到在以斯帖有没有谁要害犹太人？哈曼哦，他设计然后做那个刑具要来害谁啊？害谁？末底改。但是呢，他告诉以斯帖说什么？今天上帝给你这个王后的位置，你如果不好好用啊，你不会置身事外的哦。好了，因为王也没有召见我，所以我不敢随便去的。好，就死了就死吧。所以你们就为我禁食祷告啊。他就去了，然后真的禁食祷告完之后，他去了怎样？王向他怎样？哪一个王？你们自己去查，好吧？你看，神都可以扭转王的心。弟兄姐妹，看到什么？看到带来保护，本来都要灭绝的，所以带来保护。王向他伸什么？权杖，没事。过来呢，在王或是官长的面前能够蒙恩。我们看到以斯拉，我们看到尼希米，我们看到什么？神的供应，对不对？所以当他祷告、禁食、祷告、祈求的时候，皇上这些亚达薛西王就答应了。如果你去看尼希米第2章，最后一个我们看到给我们前进的能力、属灵的力量。当耶稣禁食祷告完之后，他回到加利利，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遍传四方。在路加福音4章14节，还有其他好多，你可以去 Google 查一下禁食祷告有哪一些的好处。下次再告诉牧师哦。今天就分享这一些。所以我们看到最终他在王的面前有没有蒙恩？有。一样是国库通什么？府库通你的那个口袋，为了神的事工，不是吗？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为神来效力，再大的困境，上帝扭转王的心。然后我们来看，就是他认识到这位神，所以他怎么样去祷告，就是一个关键。他透过心灵的眼睛，透过信心，他看到的是主宰整个宇宙万有的背后这位神，不是看到他的困难。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困难，就哎呀，然后哀到最后就没有能力了，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看见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我们很快的来看哦，尊上主为大，因为你是天上的神，是至高至大的哦。如果你去听这几天的迦南诗中，我就会比较细节的来分享哦。第二个，他认识上帝的是守约施慈爱的哦，他是为这些遵守他的人，他能够成就应验他所要给的。第三个哦，他认识到这位上帝大能的手过去如何拯救他的百姓出埃及，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在整个历史的进程当中，那些不可能成为可能，从古列王一直到现在亚达薛西王，我们看到整个过程都充满上帝的手来扭转整个这一些的困境哦。最后我们来看我呢？那我呢？你听了，你有没有这样的回应？你听了教会有一些的服事，你有没有热忱？你有没有感动？明年我们有一些的礼拜，我们需要有一些对儿童有渴慕的，有这样的负担的，我们呼召我们弟兄姐妹，因为有好几场礼拜，我们会调整一些的时间。但是你有没有愿意来回应？还是说那是你的事，不关我的事？你知道尼希米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是耶和华的安慰，或是耶和华有怜悯。所以神把这样的负担，把这样的一个怜悯放在他的心肠里面，就好像耶稣看见叫各城各乡去传福音，看见这些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他就怜悯他们一样。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耶稣基督的心，常常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什么？那你能不能体会到你所认识的这位耶稣，他蛮有怜悯的心肠，他要透过你施恩在这些可能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身上吗？还是那个是牧师的事，那是长老的事啦？他主动寻求哈拿尼，问家乡的这样的情境如何？然后呢，我们看到他里面有这个负担，他从认罪悔改，然后他不是停在这边，他有行动了，然后他就报告王，然后他就请假，然后他就怎样得着这一些的资源回去，甚至王派什么来保护？军队。弟兄姐妹看到什么？从一个颓势，从一个不可能，他透过祷告、禁食、祈求、认罪，这些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然后呢，他有回应神的呼召。求你使仆人现今亨通，不要停留在这边，好吗？神给你的亨通是要做什么？他祈求上帝给我的亨通做什么？就是回去重建，回去对这些有负担，让神的保护、神的供应也透过他成为这些人的祝福，因为他们在被凌入困苦，就好像我们看到我们亲人还没有信主，你在那边享受敬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他们？所以在享受敬拜里面，主啊，你是至大至高的神，你是大而可畏的，你是可以扭转局势，你是可以翻转人心的，你改变我的亲人的心好吗？让他们那个什么心，刚硬的心可以变成什么？柔软的心。弟兄姐妹，把你的祷告带出你的负担。我们相信上帝的约定必定言出必行，他希望万人得救，包括你的亲人。你的亲人还没有信主吗？更多的祷告好吗？来到他的面前，愿意祷告回应神的呼召，你乐意来回应神在你心里面所放下的负担吗？弟兄姐妹，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你信靠神每一句的应许吗？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坐着唱，然后我们来预备，我们要来领受主的餐哦。神的应许透过你所领受的，神要透过你成为这个世代的主，亲人的主。主你是为赞为神，世上心流泪，转为笑颜，看着生人来，人来生老练生盼望，盼望不是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更强，信靠每一继续，生命充满亮光。转为尊贵，是将心流泪，转为笑颜。让那生人来，人来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继续，
满亮光，生命充满，生命充满亮光。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我们欢迎凡属那教会按照教会的规矩来领受主的餐，一同来领受主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听，主耶稣向凡归向他的人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赐福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就是主被卖的那一夜，有拿起饼来，祷告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吃了之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还有他的复活，以及他要再来的应许。”当主耶稣被卖那一晚，他有拿起饼来祷告祝谢，我们也照这样的一个模榜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所赐的是全备的，你所赐的是毫无保留的爱。谢耶稣，你给我们这阿嘎培的爱，是更加倍的完全的爱。谢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复活了，才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谢谢主，让我们在这边守主的餐，激励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有哪一些亏欠的，我们祷告认罪，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再次赏赐你圣灵的大能、宝血的遮盖，让我们重新得力，恢复对你的热情，让我们充满的 passion， 就是我们里面的这样的对你敬畏的热忱。愿你来赐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弟兄姐妹，在你的前面，如果你已经受洗了，坚信了，你可以享用；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请你暂时不要领受。好，把你说这个椅子前面的这个饼还有杯拿起来。不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拿到了吗？这是基督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这杯是新约，是用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吃的时候有如此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领受。愿主的平安，愿主的能力与大家同在。愿主所要应许你的，可以成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再一次来回应神的恩典、神的话语。一起来。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世上需流泪转为笑颜。我乃生人来，人来生老年，好怜神
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心刚强。信靠每一句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再一次来说，心中盼望，心中充满，开你的眼睛，使你的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请诗人继续，我们要来祷告。弟兄姐妹，特别为你的亲人来祷告好吗？他还没有得救，我们提名为他祷告。为了今天可能在桃园地区有这个所谓的万圣节的活动，我们恳求神挪去这些的拦阻，恳求神把这些悲惨的命运挪开，把人能够真的归向唯一至圣的我们的君王，我们的耶稣。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为了我们所处的地区来祷告，来祝福。特别是撒旦的权势，可能要在借着一些的活动，要来影响人的心，人心转向这些的黑暗的权势。愿你来施恩赐福，虽然是一种商业欢乐，恳求神来怜悯，让我们眼睛充满的敏锐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见这一些仇敌正在引诱毁坏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区域，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亲人当中。谢谢主，谢谢主。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让我们心中充满盼望，开我们属灵眼睛，看见你给我们的负担。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来。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中信靠每一句，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拍手，将荣耀归给那位至高至大、那位大而可畏、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领受上帝的恩典。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是胜过死亡权势的主。谢谢耶稣，你已经将永生应许给每一个信靠你的人。我们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把这个应许带到我们的亲人当中。谢谢主，天父上帝，你多么爱我们，你的爱是全备的，是毫无保留的。愿你的爱成为盾牌，四面来保护看顾我们，免于灾难。让我们拥有你所赐的圣灵的感动，起来祷告吧，起来为我们亲人祷告，起来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教会、为我们的同胞来祷告，让他们也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你就将恩典加倍的赐在我们当中。祷告祈求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哈利路亚！愿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哦。我们请坐。我们的礼拜就到这边，彼此来祝福。
我
谢。